Hello，各位好，我係子凡啊。今次個題目係思維阻礙你升呢，即係 level 啊。咁啊，分3集講，今次第1集啦。好，曾經呢就收到一位支持者嘅留言交流，嗰度就講呢：我好支持你嘅子凡。咁我就話有冇 join 小弟嘅 Patreon 啊？哦，呢個冇啊。網上好多免費嘅資訊，始終呢都唔想俾錢啊。呢個係個人情意結嚟嘅。嗱，咁個對話到呢度啦。的而且確啊，網上有海量嘅資訊啦，淨係計 YouTube 嗰啲影片呢，如果連續咁去睇所有 YouTube 嘅內容呢，超過10萬年嘅時間啊，你都睇唔晒。而影片嘅總量啊，仲要每秒鐘都不斷咁增長，即係全世界嘅 YouTube 內容啊。但係大部分影片呢都係娛樂性嘅，只係適合攞嚟消磨下時間，刺激下官能，滿足下各種慾望。有啲資訊性嘅，咁睇完呢就似乎好似令到網友知道多啲。然而啊，呢一類嘅平台呢，難以令你個人升 level。咁早排睇緊本書啦，叫做《底層邏輯》，我諗好多人都睇過，都係啲暢銷書嚟嘅。咁當中又提到思維同埋邏輯有5個層次喎。一個能夠帶到你進步嘅平台呢，能夠令你一步步咁提升層次啊。嗱，5個層次嘅重點呢，喺考慮嗰個思維有冇閉環啊，即係有冇形成一套完整嘅思維系統，以及思維有冇邏輯，即係思路係咪清晰啦。咁大家一路睇落去，同時又檢視一下自己或者身邊朋友達到邊一個層次啊。嗱，第一個層次個思維呢就冇閉環，思考又冇邏輯嘅，咁呢類人就最低層次啦，相信亦都係佔比就最多嘅。咁你同佢哋講 A，佢哋又同你講 B， 完全跟唔到人哋嗰個邏輯思維嘅。咁接觸呢類人呢，經常就諗佢哋係咪知道自己喺度講緊咩嘅呢？又或者知唔知自己做緊咩㗎？第二個層次呢，呢啲人思維就冇閉環，思考呢都有啲邏輯嘅。咁呢類人呢，就符合咗邏輯推理嘅一啲觀點啦。但係由於未有一個完整嘅思維系統啊，所以啲觀點呢就時時都左右飄忽徘徊，自相矛盾。但係至少好過第一層次㗎啦。第3個層次，思維呢有閉環，思考有邏輯，但係呢屬於比較低層次嘅。咁呢類人都可悲嘅，因為佢自己形成咗一套比較低層次嘅思維系統，自覺嗰個思維呢有邏輯，固步自封，難以接受新意見，難以進步啊。第4個層次，思維有閉環，思考有邏輯，而且係比較高層次嘅，能夠直達本質啊，一啲事情嘅本質。咁呢類人呢，好厲害，好學博學，掌握複雜嘅知識同埋邏輯，亦已產生咗一套思維嘅系統，甚至係人生觀，會令到人覺得佢哋好有魅力啦。但係呢，如果當有新時代新事物出現呢，可能衝擊到佢哋一直根深蒂固嘅知識嘅時候，佢哋就適應唔到啦，因為佢哋仲未去到最高嘅層次。最高層次即係第5個層次啊。咁呢一個層次咧就超越第4個層次嘅，就係第4個層次有嘅嘢啦，佢再加上一樣嘢就係可以不斷學習進步啊。咁呢類人呢，本身已經有第4個層次嘅能力啦，而且對知識嘅追求有無限嘅精力，永遠好似海綿咁樣吸收新知識。每隔一段時間再同佢哋交流下呢，總會發現佢哋又去到另一個境界同埋高度嘅。嗱，網上絕大部分嘅資訊都係免費嘅，亦都代表娛樂同埋資訊已經平到免費呢個地步啊，乜都唔使錢。
咁呢個衍生出一啲問題嘅，例如啊，點樣去分辨真假嘅資訊呢？點樣去解讀好壞嘅資訊呢？點樣利用呢啲網上平台成為個人進步嘅成敗關鍵呢？呢個呢，就取決於網友本身嗰個層次啊。而最大嘅問題呢，能夠提升網友層次嘅平台，偏偏就好稀缺嘅。咁大家可以以底層邏輯呢本書入邊所提到嘅層次分級。如果啊有平台可以令到我提升，我非常樂意俾錢嘅。最初嗰位支持者同我溝通嗰位呢，佢個思維習慣就追蹤一啲免費平台，行為表面就好似好着數啊，其實就非常蝕底嘅。OK，而家就講到呢度啦，留返之後兩條片再講，拜拜。